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榮幸咧邀請到咧腦神經外科專科咧周淑允醫生咧接受我嘅訪問，去為大家咧深入講解下咧三大嘅腦科問題，包括腦瘤、中風同埋咧腦下垂體嘅症狀。大家都知道啦，腦部咧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結構，所以咧大家咧一有少少唔舒服咧都會好擔心嘅喎。咁咧所以希望啦透過今日嘅訪問啦，大家咧可以咧掌握咧更多咧腦部資訊。如果出現一啲譬如持續頭痛啊，或者係覺得腦下垂體咧有內分泌有唔舒服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了解一下。周醫生啊，我想問下近年嚟咧多咗人咧有一個叫做咧腦下垂體嘅瘤喎，其實咧佢係咪腦瘤之一嚟㗎？同埋咧佢嘅成因係乜嘢咧？係啊，咁其實腦下垂體瘤咧，都係我頭先講嘅良性嘅瘤最 common 嘅其中一款啦，咁樣。咁其實佢喺腦下垂體嗰度出嚟嘅，咁樣。咩叫腦下垂體咧？咁其實咧就係呢個大腦啦。咁大腦咧，其實佢如果下邊有一個定住出嚟嘅嘢咧，就係叫做腦下垂體啦。咁腦下垂體其實係負責做啲咩嘢嘅咧？咁其實佢係負責去管理我哋嘅荷爾蒙嘅，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好 common 嘅，其實係好常見。有啲人可能係細細粒，佢冇功能嘅；有啲人咧就係佢就算細細粒都會有功能，令到你有病徵嘅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候你照磁力共振咧都會見到，但係係咪一定有咩嘢需要做咧就唔一定嘅。咁如果咧真係咧有腦下垂體瘤咧，咁通常會有啲乜嘢病徵會出現啦？同埋咧病人咧容唔容易察覺到㗎？咁其實咧腦下垂體瘤咧嘅病徵咧，其實可以分兩樣嘢啦。一咧就係佢個大小而影響㗎啦，二咧就係佢有冇功能啦。咁其實好好彩咧，就大部分嘅腦下垂體瘤咧，其實都係冇功能嘅。咁但係病人可能會有病徵，因為個 size 太大啊。咁 size 太大咧，佢就會有機會壓住咗上面嘅一啲視神經。咁視神經如果真係壓住咗嘅話咧，我哋最 typical 會即係最標籤性會見到嘅嘢咧，就係佢會有兩邊嘅眼咧可能會視野收窄咗嘅咁樣。咁你變咗咧就淨係見到一個窄道，一個 tunnel vision，我哋叫做咁樣樣，可能見到一個好似隧道咁樣樣嘅一個視野嘅範圍，側邊兩邊係睇唔到嘢嘅咁樣樣咯。咁呢個就係最常見嘅。如果真係大得好犀利嘅話咧，甚至會頂住咗上面嘅腦室，咁咧會有腦積水嘅情況出現咁樣樣。咁呢啲可能會有頭痛啊、嘔啊咁樣樣嗰啲情況。咁呢啲就真係好大好大粒㗎啦咁樣。咁呢啲通常就係非功能性嘅病人咧，會發現到呢樣嘢嘅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功能性咧，咁有機會咧，可能功能性咧就係你細粒啲嘅時候都有機會會見到㗎啦，咁樣，因為佢有病徵，因為佢有功能。咁個功能咧就係整一啲荷爾蒙出嚟啦，因為頭先講咗腦下垂體係負責管理我哋嘅荷爾蒙啊嘛。咁變咗咧，即係個荷爾蒙佢大粒咗嘅時候，佢會生產多咗荷爾蒙出嚟啦。咁最常見嘅咧就係一啲叫做催乳激素瘤啦。咁即係顧名思義啦，催乳激素嘅話咧，咁其實係會令到病人嗰個乳房會脹大啦，甚至會有奶水咁樣會出現啦。咁另外就會影響咗個經期啦，咁樣可能經期會亂咗啊，甚至係冇經期咁樣，亦都會有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就男士都會有嘅。咁男士當然唔會有經期嘅問題嚇，咁但係佢哋都會有，譬如乳房腫脹啊，甚至就算男士都好咧，都會有奶水嘅情況出現。咁亦都如果真係再早少少嗰啲，咁可能都會見到，譬如體毛少咗啊，啲鬚根少咗啊，咁樣嗰種情況，或者係男性嘅生殖器官嘅能力可能有下降啊，咁樣樣咯。咁呢啲就係比較常見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啲，譬如呢個富士綜合症啦咁樣嘅病人啦，咁嗰啲咧就係皮質醇過高。皮質醇過高咧，咁可能會造成呢個駝背風啦，咁可能圓面啦，咁亦都可能會好容易瘀啊咁樣嗰啲情況出現啦，咁可能有血壓高啦咁樣，咁呢啲可能都會係有一啲樣貌上面嘅嘢可以見得到嘅。另外就係一啲生長嘅荷爾蒙過高啦，即係好似我哋叫做巨人症咁樣嘅嘢嘅情況。咁病人咧，如果係小朋友就巨人症啦，咁但係大人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嘅嘢咧就係，譬如個鼻哥會變大咗啊，個口啊、條脷啊嗰啲會變大咗，嗰啲軟組織，譬如手指啊、腳啊咁嗰啲 size 都會突然之間脹大咗好多咁樣樣。咁有陣時可能係一個慢慢嘅改變嚟嘅。咁有陣時通常就係你睇翻可能10年前嘅相啊，或者睇翻身份證啊，發現原來好大嘅分別嘅時候咧，咁你就要 check 下啦咁樣樣咯。咁通常呢啲都可能會有啲酒糟鼻啊，個面會油膩啲啊咁樣樣，咁而發現咯。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做檢查去知道嘅。咁檢查嚟講咧，咁其實就係第一抽血啦。咁咧抽血咧就睇埋你所有嘅荷爾蒙嘅情況如何啦，有冇啲高咗啊、低咗啊咁樣樣。咁如果患者咧，頭先都講咗出現以上嘅病徵啦，咁咧有啲乜嘢嘅診斷嘅方法可以做啊？
其實咧診斷嘅方法咧就係離唔開嗰幾樣嘢㗎啦，咁都係抽血啦。咁抽血嚟講咧，我哋可以睇到你個荷爾蒙到底係點樣樣，會唔會高咗、低咗，或者係好異常地有一啲高咗咁樣。咁然後咧之後，如果有懷疑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做翻一個磁力共振嘅檢查，去睇個腦下垂體咁樣樣咯。咁以上呢啲都通常結合埋你臨床嘅病徵嚟講咧，其實都可以知道你到底有啲咩問題㗎啦。咁如果真係發現啦個腦下垂體有粒瘤嘅話咧，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咧切咗佢根治㗎？咁就其實又係視情況而定啦。咁如果你話催乳激素瘤嘅話咧，咁佢係其實可以食藥咧，都大部分都已經可以控制得到㗎啦。咁而食藥嚟講咧，其實除咗控制得到你嗰個荷爾蒙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連個瘤咧都可以縮細埋嘅咁樣。咁呢樣嘢就係唯一一個係可以食藥差唔多可以完全可以處理得到嘅其中一個瘤啦。咁其他嗰啲點算咧？咁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啲功能性嘅一啲腦下垂體瘤咧，咁其實先要做手術切除啦。咁有陣時手術切除咗之後咧，可能咧都係有一啲匿埋咗喺一啲角落頭嘅位置見唔到嘅一啲腫瘤仲喺度嘅，或者可能係好深入咗去一啲血管嗰啲，未必可以完全切除得到。咁呢啲可能除咗手術之外咧，亦都需要藥物啦，或者甚至係電療咧，去控制翻佢嗰個情況。咁呢啲就係功能性嘅腦下垂體瘤嘅處理嘅方法。咁非功能性啦，咁其實佢非功能性啊嘛，佢冇整荷爾蒙出嚟啊嘛，咁到底需唔需要做手術咧？大部分都未必一定需要嘅。咁我哋要做手術嗰啲咧，就係佢好大嚿，影響到眼睇嘢，或者甚至有腦積水嗰啲病人咧，就真係要用手術嘅方法咧，去幫佢切除咗佢㗎啦，咁樣樣。咁而手術嘅方法咧有啲咩咧？咁傳統上面就係開腦嘅手術啦，喺個頭髮後邊嗰度開刀。咁如果做手術啦，因為都涉及個腦啦，係咪咧都係用開腦嘅方法㗎？咁其實咧，如果係腦下垂體嘅瘤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可以經由個鼻嗰度咧去做手術嘅。咁我哋係叫做一個用個導管啦，好似微創咁樣咧，喺個鼻哥窿嗰度行入去個腦下垂體嗰度咧，去幫病人做手術啦。咁呢個導管鏡咧，可以俾我哋睇得好清楚嗰個腦下垂體嘅位置係點樣樣，盡量做一個切除，去到減低個壓力同埋切除晒個腫瘤佢咁樣樣咯。咁係一啲超級大嚿嗰啲腫瘤嚟講咧，可能連藥喺個鼻嗰度都未必夠咧，咁就先至需要做一個開腦嘅手術咧，去做一個切除嘅咁樣。頭先講到咧，呢個腦下垂體嘅瘤咧，如果咧佢係會對女性都會有影響，咁會唔會影響佢哋生 BB 啊？其實都會㗎，咁所以尤其是係生入年齡嘅女性啦，如果有即係經期嘅問題咧，其實都要早少少睇啦咁樣。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催乳激素瘤嘅時候咧，咁其實就要食藥啦，因為催乳激素高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好難有 BB 嘅，咁會影響咗你自己本身個荷爾蒙啦、女性荷爾蒙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咧，都要建議食藥，咁然後就要食埋葉酸啊咁樣嗰啲啦，當然。咁然後之後就再睇嘅情況，睇下懷孕咗之後，咁可以幾時停藥咁樣樣咯。咁呢個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如果有一個好大嘅瘤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會有機會影響到你懷孕嘅時候咧，有機會佢會突然之間出血嘅咁樣。咁呢啲會造成一個急症嘅狀態，因為可能會突然之間睇嘢蒙查查睇唔到啊，甚至會係有機會盲咗嘅咁樣。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個大粒嘅時候咧，真係要同你自己嘅醫生商量一下，到底係咪要喺懷孕之前處理咗佢先咁樣樣咯。如果唔係，可能直情係會有危險性嘅咁樣咯。今日咧多謝晒周醫生啦，同我哋深入講解咗咧好多關於咧腦科嘅問題，包括咧就係腦瘤啦、中風啦，同埋腦下垂體嘅病徵啦，仲有咧治療方案。我自己咧都真係學到好多重要嘅資訊啦，所以大家記住喎，預防勝於治療啊！如果咧有出現頭先提到咧以上嘅病徵啦，一定要咧盡早咧去揾醫生，因為及早嘅診斷咧同埋治療咧都可以大大改善問題㗎。如果大家咧中意呢條片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有問題咧，都可以咧喺以下留言喎。要掌握更多健康嘅資訊咧，記得要 follow 我哋嘅頻道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多謝。